康恩關懷中心生死教育系列，與你一起探討生命的限制，跨越老死的恐懼。今次同大家分享遺憾呢個話題。乜嘢係遺憾呢？遺憾係一種嘅情感，通常係指對過去某一啲嘅事情感到不滿，因為呢啲事情未能好似預期嘅發展或者達到目標。呢種情感可能係因為錯過嘅機會、未能完成嘅夢想，又或者對其他人所表現嘅行為感到失望。請問你喺人生裏面有冇試過遺憾呢？你會唔會有未能完成嘅夢想㗎？可能喺年輕嘅時候選擇咗一份穩定嘅工作，而放棄咗自己真正熱愛嘅東西。又或者可能因為忙碌而忽視咗同家人或者朋友嘅聯繫。當你意識到呢段關係嘅重要性嘅時候，可能已經錯失咗機會啦。又或者會唔會喺年輕嘅時間裏面錯過咗探索世界嘅機會呢？又會唔會因為害怕被拒絕，又或者羞於啟齒，而冇辦法向所愛嘅人表達愛意？同埋會唔會喺年輕嘅時候忽視咗健康嘅生活方式，以致而家嘅健康出現咗問題？人嘅一生裏面可能難以完全冇遺憾嘅，每一個人都會面對選擇同埋機會，有時會係因為某一啲嘅決定而感到後悔，但係遺憾亦都係成長嘅一部分。遺憾可以教曉我哋珍惜當下同埋未來嘅機會。曾經有一段咁嘅說話，沒有遺憾嘅人生並不完整。後悔並不是提醒我們自己有多差勁，而是提醒我們能夠做得更好。其實遺憾真係有好處嘅。第一，遺憾係人性嘅印記。遺憾係嚟自於我哋嘅有限同埋唔完全，我哋唔係全知同埋全能嘅，冇辦法掌握每一個嘅選擇，知道每一個嘅後果，彌補每一個嘅錯失。無論係錯過咗愛一個人嘅機會，又或者講錯一句說話，放棄咗一個嘅夢想，呢啲都可能成為我哋生命上面嘅缺口。但係呢啲遺憾唔係生命嘅敗筆，反而可能成為我哋成長嘅轉捩點。第二，遺憾係讓我哋更深嘅嚟到體會愛。我哋之所以會感到遺憾，係因為我哋在乎，正係因為你曾經愛過、關心過、重視過，先至為未講出口嘅說話、未做好嘅事感到心痛。咁樣嘅遺憾係提醒我哋愛嘅重量，亦都讓我哋學會珍惜當下，學會更誠實嘅嚟到表達情感。第三，遺憾係催促我哋面對真實嘅自己。遺憾可能係會刺痛我哋嘅，讓我哋睇到自己嘅缺陷同埋脆弱。但係正係因為呢種嘅刺痛，引導我哋進入悔改同埋反省嘅過程，亦都唯有真誠嘅面對自己，我哋先至能夠進入真正嘅更新同埋自由。第四，遺憾係讓我哋渴望永恆同埋恩典。喺呢個破碎嘅世界裏面，再完美嘅安排，亦都冇辦法保證冇遺憾。呢個正係指出人心裏面深深處嘅一份嘅渴望，渴望有一個嘅地方，有一段嘅關係係冇錯失、冇後悔嘅。而呢一個嘅渴望係指向神嘅恩典同埋永恆。喺佢裏面，我哋嘅失敗可以被赦免，我哋嘅眼淚唔會再被忽略，我哋嘅遺憾可以被轉化成為祝福。完整嘅人生唔係冇遺憾嘅，而係學會點樣同遺憾同行。一個真誠成熟嘅人，
唔係毫無缺口，而係喺缺口裏面看見恩典。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同埋家屬提供免費支援同埋服務。我哋亦都積極推動生死教育，以致大家更加能夠積極嘅面對生命。請瀏覽我哋嘅網頁，又或者致電0412384838了解詳情。